感恩我们前人探讨伟大牺牲，感谢许多前人辈们为道牺牲奉献的精神。那以及我们前人多位人士的引导，还有很多讲师在后学指导的这一路上给予后学很多的鼓励慈悲。那也要感谢今天我们义和圣堂有这样的一个营队，那也才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就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后学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学在补习班成长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后学从大一到就是考上嘉义大学之后，刚好遇到我们的补习团8月15人理补习团，后学是在人理8月15中秋节的时候成立。那也很巧的在那一年后学刚好考上嘉义的学校，然后有机会就是搭上这条法船。那后学呢，就从大一到现在，在补习团学习的时间大概有7年。那后学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后学的时间只有20分钟，那就是如果时间快到的话，可以提醒后学一下，因为后学不知道就是大概要就是从几分到几分这样子。那后学大概分享的是，后学自从接触补习团之后，跟道场的缘分才从此开始。那后学的生命，后学觉得也是从此不同。那从一刚开始，为什么会接触到补习团？后学其实在大学以前，就是刚才罗芳学长所介绍的，虽然是道场的子女第2代，但是一直都对于道场很陌生。那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有学界的一些就是班会，但是后学其实很少参加，然后对于道场其实也不是很喜欢。那一直到接触补习团之后，才有开始就是在道场学习。那后学接触补习团的机缘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是后学考上大学，然后刚好在嘉义那边的一个前线，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后学的手机，然后打电话联络后学去参加一个那时候学界的一个我们的承德班这样子。那这一段姻缘其实后学一直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位前线跟后学完全不认识。那后学大学以前也都没有在参加佛堂的活动，所以其实佛堂的前线也都不认识后学。那他手上怎么会有后学的手机？那这个就是疑惑，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嘛。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电话簿里面就出现了后学的手机。那后学常常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然后牵引着我们在补习团、在佛堂相遇。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的后学的第1张照片。后学印象中好像有参加过一次，刚才听那个我们黄领任介绍我们义和跟那个南星一起合办营队的那个照片。后学在想里面肯定也有出现那个很小很小的人头在，后学就应该在里面。就是很久以前后学印象有一次好像有参加过，但是呢跟贝慈还有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就是隔壁的这个少景学长，跟他们其实都不认识。但是呢，却因为有补习团，认识了这2位伙伴，还有其他的那个伙伴也是，都是我们南星道场的一些就是学长姐，但是在接触补习团以前，我们都不认识。那后学一直在想，也许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坚定不移的约定，所以这样子的相遇，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的安排。那后学从和补习团的缘分是从围着饭桌吃饭开始。那时候的人理补习团因为草创，就是才刚开始，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然后每天到补习团呢，就是后学印象中就是去吃饭而已，就是很单纯的去吃饭。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已经有佛堂，所以还包含线下跟吃饭。那后学呢的线上的礼节其实也是在补习团学的。在高中那时候，其实道场都会开一些礼节班嘛，那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过几次。
饭，所以更加深了就是彼此之间的感情。那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这么多人。好，在这边小小的角落有一个2009年，那个时候是伙食团大概已经2、3年之后的，然后才有了这么多的人。刚开始吃饭呢，大概只有3个人、4个人，那我们还是就是很坚持的，每天晚上都要到伙食团吃饭，然后就3、4个人一起下厨，然后那时候也都还不会煮，就是大一嘛，在家都可以服侍的好好的啊，就是爸爸妈妈都会煮好饭菜啊，然后其实也都不需要去做一些家事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到了伙食团，所有的事情就像一个家一样，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3、4个人要去承担，要去负责。那个时候呢，其实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因为毕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所以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然后开始。但是呢，到伙食团就是只有吃饭现象嘛。那因为佛堂，在佛堂不是只有吃饭现象这2件事情而已嘛。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学习成长还有很多的了愿要去做。但是呢，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的时候，我们会就只是跟着学长姐的脚步。那从认识技工老师呢，是从伙食团成长开始。那后学记得那一年，后学升上大一那时候是9月，那我们那一年的伙食团成长也是10月的样子。那时候才刚接触伙食团1个月。那在那之前其实也都不知道，就是伙食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后学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的负责讲师演讲师就问后学说，我们10月份有一个伙食团成长营，然后问后学可不可以去参加这样子。那后学当时就很疑惑啊，伙食团成长营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去做什么？那2天的课程，才就是让后学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反而不是课程，而是那一次的晚会。那一次的晚会就是经由唱道歌，然后还有读了好像几段的圣训，然后后学就是莫名的在那一整个晚会就只是读圣训跟唱道歌，然后就一直掉眼泪。那后学就觉得，就是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内心会有这样的冲击，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感动。那后学后来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机缘成熟，也许是就像刚才后学所讲的，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已经就是曾经跟技工老师有过这样的约定，要一起来到伙食团，然后来学习承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一次的一个营队，我那时候才2005年，距离现在2013年，大概7、8年前。好，那从那一次的营队之后呢，其实后学就开始觉得说，自己应该要学习付出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才刚接触伙食团1个月，也可以说是才刚可能接触佛堂1个月。那在这1个月当中学习到的，其实还有限，那所了解佛堂的也还有限。但是后学就一心很想要，就是可能为技工老师分担些什么。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晚会当中，然后了解到说，原来有一位先佛跟我们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那可是呢，就是都还很就是认识的都还很初浅。但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后学开始会想要去上课。那所谓的上课就是我们来佛堂过班，然后后学发现每一次到佛堂过班，每一次的听课都让后学很法喜。那样的法喜呢，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好像说是学到什么嘛，又很难具体的去说明，但是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里的一个成长。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成长，然后开始知道说自己应该如何去付出，如何去可能去带领身边的同学，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沐浴在佛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那所以从后学在高中以前，就是一直都是一个还蛮
人力其实没有很多。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学跟贝子两个人，然后一个人在煮饭，然后一个人要出去载学弟妹，然后载完可能后学去载完后学的学妹回来之后，后学就继续煮，然后就换贝子去载他的学妹这样子。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去分担那一些工4分钟嘛，好，去分担那一些工作。那在那当中，其实虽然说也会感受到身体的那个疲累啦，但是就会觉得心灵是很充实的。好，那当然在伙食团不是只有欢笑嘛，在当中我们会有争吵、有感动、有扶持，然后会有互相的磨合。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可以在伙食团认识彼此。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心灵的成长。那在伙食团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自己可能并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后学刚开始就必须去突破自己，必须去跟别人就是必须去主动跟别人交谈，然后去邀约同学。那这些其实都是后学必须去突破的事情，但是后学都尝试着去做。那做了之后呢，也才知道说，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然后也就是因为后来人当然就越来越多嘛，不会永远只有3个人就4个人啊。那人越来越多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去学会的就是包容，因为这么多的人，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然后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可是却必须共事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所以必须学会包容。好，没有时间让大家找，或许自己承认，或许就是戴着面具的那一个。那或许觉得呢，为什么用这张照片来代表学会包容呢？因为就是必须去隐藏自己，也不是隐藏，就是必须去学会退让，不是永远都自己去出头。好，然后学会承担。或许在这一路上，就是因为在伙食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讲师他们很慈悲，会给我们很多可以去承担、去学习的机会，那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迅速，然后也学会了感恩跟付出。好，那其实，在伙食团的日子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就是不管是开心难过的，其实都有。那可是，在那当中，就是必须自己去走过，然后才会懂得那个各种滋味。所以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那个98年的伙食团成长营，然后是在就是户外。那或许觉得在每一年的班会，每一年的成长营当中，就是我们会看到旧面孔，然后看到新面孔。那这代表就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陌生的人，然后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后学其实已经毕业了，然后后学还是一直在伙食团，一直在投堂。那后学觉得为什么呢？后学自己觉得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群陪我走过很美好回忆的人们。那也因为这里还有更多人需要后学，所以后学觉得后学会一直在这里。那最后呢，如果有讲不圆满的地方，或者有上天慈悲赦罪，那也请各位讲师、各位学长姐姐，或者多多慈悲指正。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大家的分享。然后想在我说就是这么样子的温馨跟可爱的，然后就会有很多我们道场的下一代，然后就是因为我算的关系，然后他就投入道场里面了。那如果说您是学生的话，那真的在伙食团认识的朋友啊，是真正的一辈子的朋友呀。像刚大家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一群人伙食团的一些那个创团的学生啊，那其实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因为毕竟都毕业了，有些回高雄，有些回台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久久就会大家见面，然后聚一聚，那打打闹闹，吃吃喝喝，还是觉得很开心。
是大学生了，那以前的小学的同学现在还有联络的机会？大概很少。但是呢，在活动里面，认识到这些同学朋友，相信10年后、20年后都还是会有联络，因为我们有大我的前引导。好，那在我这旁是不是只有道长的下一代？并不是啦。对，那我们就有一位那个麒麟学长，他呢是那个贝茨学姐的那个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学弟。对，就是后续应该是同一个指导教授吧。对，就是那时候贝茨学长他在那南华念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是同一个指导教授的学生这样。对但是一个是学姐，一个是学弟啊，不然好像学弟比学姐还要早毕业这样。一定是要讲出来的。没有啦，学姐后来指出怀孕这一招还是没有毕业的。好，但是后来还是毕业了，最后就是带着小孩子去跟老师哭求，然后老师都把他离开南华了这样。对，好，那所以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那个麒麟学长啊，我们就掌声欢迎他来演奏。在座的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午安。感谢上天时间主持同时，今年青年们的五大牺牲，然后以各位讲师还有各位讲师苦心栽培，让或许有机会各位同修大在这边分享学习的。那或许觉得我是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那后学是宜林人，然后再来到嘉义求学。那大学是在南华，研究所也是在南华。那后学是在研究所的研一的时候，由我们的叶子学姐慈悲的带领后学去火车团参与一些活动，然后慢慢的喜欢上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笑容。所以，当然一开始就觉得这一个地方人很好，就像一个家。那之后，就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学长就会直接的跟你说一些话，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什么叫点心灯吗？不知道。你知道求道很好吗？好在哪里？那之后就后学的理事也就讲师就是有跟后学讲什么是求道，什么是点心灯。后学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后学是说是婉拒的，因为对于刚认识但是觉得这地方很好的人，然后就要去点心灯，其实是有点恐惧跟害怕的。但是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持续的邀约，然后请后续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后续就觉得，久了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点心灯他们都说很好，而且这个人都很好，应该不会被点了就被卖掉吧？所以就抱持着一个好奇心，就去看，然后就在先生们的指点下，隔天就去求得道这样。然后那一年是2009，为什么要扯到这位美国总统呢？因为不是他求得道，是2009年那一年，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然后在那一年他宣誓为就任这样。他后续是在那一年求得道，那是在农历的2月26号那一天，他是我们的东方讲师慈悲跟后学讲3道。那后学当下求得道，学长也会说，就是求得道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应。那后学就觉得
多研究，去多琢磨。然后再有一次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就是说，一位诗人写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信仰的时候，那或许就下刀说，当我决定不接触宗教的时候，竟然有人会愿意入后学来求道。那后学之后就觉得，就好像得到一个解释，然后释怀，然后去接受，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因为真的什么，就算听了一次三宝啊，其实也没有很了解。那后学有疑问，还是会想说，不如问妈妈好了。那后学就问妈妈说：“妈妈，你有听过求道吗？”那后学妈妈说：“有啊。”后学就奇怪，你怎么会知道？那后学就问：“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你们小时候我就带你们4个小孩一起去求过道了。”我说：“求过道了。”然后后学就很讶异说：“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样？”那后学的妈妈也很可爱，就是说：“那个那边的真的讲袂使讲出去啊。”就每次听完三宝都会说：“这些以上这些都可以讲出去。”所以我妈妈也没讲。那后学当然也想要求证，就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跟妈妈说：“那你求到了，应该有求到吧？”那我妈就很谨慎的拿出5张求道卡，对，或许不知道原来自己曾经求过道，但是完全没有印象，就觉得然后在道场中，我听到前面说过一句话，就是济公老师说就是不管路人在哪里，老师都会找到这样。所以后学才说重接金线，然后又回到了这里，然后是走入了这个佛师团，然后学习这样。那注意之后呢，请显子就让有个诱因就是说因为是外地来的，然后住宿，那想说看能不能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宿舍。那显子就很直接说，你住进我是好很便宜哦，包吃包住，然后包玩，然后又可以学习成长，就很吸引后学。所以后学在年一结束之后，也会就住进伙食团这样，然后就学习，就觉得伙食团是一个几乎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包含到了，对，就学习吃素，然后服装就像或许现在这样，就是上班的时候有服装的要求。那住进伙食团也有安那个佛堂，那也或许也是在伙食团内才把礼节学会，是利用生理课的那个暑假的时候，自己默默的练，自己就是自己去学会礼节这样，然后当然也是有学长姐直接教导，慢慢学。那洗的部分就是这是我们伙食团的一位讲师，就我训练讲师，就是洗的部分就是后学那时候研究所自己有开车，然后开始住进伙食团，那伙食团一定会办活动嘛，办活动一定要有人，所以一定会有人，然后后学就很愿意的，就是开后学的车去接一些学弟妹来参班一些过活动，就是护送他们回家这样学习，在过程中不断的学习，然后这是以前照片，就是那时候也比较没有太注重一些礼仪，然后就会慢慢的就是我们伙食团里面也会有开一些精品课程，那一些内部的读书会，就是既有这种学长姐的提携，然后慢慢去认识自己到底是求了什么道这样。然后这是还有伙食团因为出游，然后这是后续去阿里山的时候被罚要上课这样。然后当然就是伙食团就是会办活动，然后接引学生，这一些种种都是令后
或许感受到就是很直接的，不同于一般的外面的团队。那为什么会说在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或许并不是那么的投入，那么发心，因为或许开始住进去觉得，怎么跟自己来过活动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你过活动就可能就有活动那一段时间，那住进去的时候就真的是，然后会煮饭，然后会线香礼节，这些后完全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从头学起，那或许会有一点点抗拒的心理，就是因为从来就没有过的习惯，然后现在要去学的时候会有点抗拒，所以一开始或许并不是那么的投入，甚至因为研二有当会长，然后又有打工，就常常借这个理由跟前线的说今天活动或许那样子啊，慢慢的一学期就过去了。那每一学期都会有回顾，那后续那一天的书写，就看了回顾的一些内容，就觉得所有的活动照片里面都没有后续，后续变成一个隐形人一样。那后续他们就会想说，我都住进来了，为什么要一直抱持一个抗拒的心态？那这样子跟自己住在外面不是一样吗？所以后学，在所学会长的那个职务退下之后，就决定要好好来认识自己，住在里面的伙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从选修总办起，一直到最后起口碑。那当然可能会是一种得来，因为或许一直认为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去或者说感受，那是或许当初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当或许有理念的时候，或许都会。然后就很慈悲，就是请会问说，什么时候有班会？那后续后面的时候都会直接报名参加班会或是法会，因为在参与这样的盛会的时候，你才可以接受一些比较正面的能量，然后让你自己脱离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仅仅说就是一种法语滋润。那在这样的一点一滴的成长下，或许透过了学习，然后让使用教会行动，慢慢的看见自己或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方，真的是要学会感恩。然后也很荣幸的就是有机会出国帮忙。那时候或许以为当时就是只是因为讲师约说当时可以出去玩就有一个体呢，不知道说原来出去还是有任务在身这样。就或许是在出国前，应该是1个月是2、3个礼拜才知道说，原来你出去要讲一堂课或许真的是抓了一班这样。然后那时候的讲题是吃素的好处，那或许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安排的，那或许就读了一些吃素好处的资料之后，那跟泰国当地的那个乌文投资团，就是我们新南区第一个在外国成立的投资团，跟他们分享，那他们都很可爱，很认真对，但是后续的一个体现就是那一天后续一到泰国就感冒了，是报复上场的，跟他们互动讲对的。所以在那时候就觉得原来自己在台湾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就有学者开车来载你上台，然后有讲师不给千里的为你讲课。当后学者学习当一个讲员的时候，才知道
要上台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还要到国外去讲课，还要去讲给我们的到信徒的时候，更是不简单。所以或许慢慢觉得，以前都是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接受，那或许也慢慢的学习，就是付出，去用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去付出，然后或许觉得就是在我这块，一年一度还是要大，就是过年前都要大扫除嘛，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会来扫除嘛，一起来打扫，然后那时候忙了一天，当初就为了打扫这件事，单纯就一群人为伙食团打扫，好，那累了。就会一起去吃美好的素食晚餐，这样就觉得一天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平凡，但是又很充实。哦，那为什么会亲口呢？其实或许也是要感谢我后学的理事啊、佩奇学长，不用在耳边提醒后学一些要如何，就是他会提醒后学应该要走到一段地步这样。之后学他们一口无数的时候，或许也是在我这的时候，在里面那是吃素，在外面还是会吃的。但是学长姐就会很直接的跟你讲，可以慢慢的学习吃素，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就是为什么要吃素这样。所以我们的副执长之一，他也表示就很直接的就包括后续的那个伦理班啊，还有一些系统的家庭教育产品，让后续去慢慢的了解亲口的意义，亲口它的好处，它的一些好的影响。那后学这是其中的原因之后，或许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或许在我这旁边，他们做那个办到的上下之礼，但是有听前面讲说，当上下之礼是代表官法律组跟旅法律组，那或许就觉得或许没有系统，但是就觉得好像就有点不清啊，或者是自己觉得。所以想说应该要去正这个名言这个顺这样，所以后学才很郑重的跟我们经理说，后学愿意亲口，然后其实那时候也犹豫要不要跟父母讲，对，因为就改吃素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有听到一些讲师慈悲之后，觉得这是可行的，然后这是合理的一些体悟才愿意进口。但是要跟父母讲，就觉得除了怕他们反对，然后也怕他们会问一些或许也不知道回答怎么回答的一些问题，所以或许是拖到快亲口前3个小时才打电话跟后学的父母讲说，他后学要亲口，对，有点就是快先斩后奏的样子，对，然后那当然就大家会想说，你要不要等队伍再亲口啊？这样不然他们会很辛苦什么的，然后后学就很坚持不亲口，虽然就是那一段过程不是很愉快，那后学在亲口之后，回家。父母好像也正一看，他们都会问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裤子要不要洗，他很理性的，其实那时候或许就有点很感动，就是你当后学回家之后，他们都愿意后学吃素，那后学在我这旁边一下手功夫，有时候也会煮这个汤汁，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然后让后学慢慢的学习成长，然后以自己的家里的不同的方式去产生情感
后学。然后呢，到了后学退伍，然后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后学就在想，就是自己出去伙食团，看到那么多薪水这么低，那他们以身试道，以延长大，或许就觉得要回报他们的方式，并不是说就像住宿一样付了钱就了事，而是认同他们的行为，去学习他们的行为，进而选择承担。那所以或许会觉得人到世界上一定有他要完成的天命，所以或许在退伍之后回云林找工作，除了在云林也找家里，或许是觉得或许毕业离开了伙食团，但是或许就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多，甚至觉得应该还有许多的学员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伙食团，所以或许在求职的时候就特别锁定在嘉义或云林，当然有机会就是在嘉义工作，然后又回到了嘉义。那在这当中，浅显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愿大地就大，或者是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就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想要化为行动，回来这个人体，只是想说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有缘的佛子来接近我们的伙食团，来了解一些人生一些真正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所以或许就还有契机的可以去帮伴伙食团，就是很感谢上帝恩赐这样。那其实当你走进伙食团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变得很大，而且伙食团真的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家，它是一个小小的道场，那它是让你走进更大道场的一个终极站，这是或许